哥林多前书第16章，关系关键帮赞信徒的代志，恁嘛着照我甲加勒泰的正教会所指示的去做。每礼拜的头一日，逐个人着照家己的收入，摕一寡起来藏，免得我去恁遐的时才开始募捐。我到位的时，会将介绍的批甲恁的关系交予恁为信任的人，派因带去耶路撒冷。若是我嘛着去较好，因为甲我做伙去。我即阵拄得经过马其顿，经过马其顿了后，按算要去恁遐，大概会带恁遐甲恁做伙过冬天。安尼，无论要搁去倒位，恁通送我出发。我无爱伫过路的时才顺续去看恁。主若允准，我愿望甲恁带一阵仔。我会伫以弗所带到5旬做。伫遮虽然有真侪反对的人，毋过门为我大开，通做有效果的工作。提摩太到位的时，恁着甲伊接待，互伊会当安心，因为伊甲我共款伫做主的工。恁拢毋通看伊无去，着送伊平安离开，互伊通转来我遮，因为我伫听候伊甲遐兄弟做伙来。关系咱的兄弟阿波罗，我有极力劝伊甲其他的兄弟去访问恁，不过伊目前拢无按算要去，若有拄好的机会，伊就会去。恁着警醒，信心徛在，着勇敢。坚强，恁所做一切的代志，着用贴心去做。兄弟姊妹，恁捌斯提反那一家的人，因是阿该亚省头一家归信基督的人，热心服务信徒。我劝恁着顺坦这款人，以及所有甲因做伙着我工作的人。斯提反那、弗多拿多甲阿加古来我遮，我真欢喜。恁无伫遮，因替恁来帮赞我，因互我甲恁边边得到激励，所以恁着敬重这款人。亚细亚省的正教会拢要甲恁请安。阿古拉甲比基拉，以及伫因兜得聚会的教会，伫主的内面要热切甲恁请安。所有兄弟姊妹拢要甲恁请安。恁着用圣洁的衫针互相请安。我保罗亲笔甲恁请安。若有人无听主，着受咒诅。主啊，请来！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恁同在。愿我的疼甲恁所有属基督耶稣的人同在。